第34天，脫去舊人。歌羅西書3章5至10節。所以要治死你們在地上的肢體，就如淫亂、污穢、邪情、惡慾和貪心。貪心就是拜偶像。因着這些事，神的憤怒必要臨到悖逆的人。你們從前在其中生活的時候，也曾經這樣行過。但現在你們要除去憤怒、惱怒、惡毒、毀謗，以及粗言穢語這一切事。不要彼此說謊，因為你們已經脫去了舊人和舊人的行為，穿上了新人。這新人照着他的創造者的形象漸漸更新，能夠充分認識主。主啊，我謙卑嚟到你嘅面前，求你監察我嘅心，顯明一切仍然係屬舊人嘅事，我嘅罪、驕傲同埋私慾。求你從內裏嚟到更新我，以真理塑造我嘅心思意念，為我穿上新人，使我能夠活出完全屬你嘅樣式。阿門。